頭痛嘅舉個手啊！或者係胃唔妥啊，食咗藥就好，但我呢個執嘅執唔到，有陣時就好，有陣時又唔好，咁你唔可以長期咁樣，我唔俾咁多錢，夠太多錢，300幾、200幾低一年。呢兩件咧，我係細子嘅中醫咯，鼻啊唔瞓得啊咁樣咧都好。我係住喺荃灣劏房嘅一個街坊，因為我之前咧就會覺得成日瞓覺唔係咁好啦，會經常會有即係發夢啦，同埋會有頭痛咁樣。食完之後個身體係真係會有少少變化，會好啲。咁今次係第2次過嚟睇啦，我希望都可以幫到我嘅身體改善狀況。住劏房跟住啲經濟壓力都有啲問題嘅，睇一次中醫應該都好貴下，所以我希望咧可以嚟得幾次幫助我哋呢啲小市民可以睇到啲有見效咁樣咯。我就住喺荃灣附近嘅，咁就報咗名去睇中醫啦。我以前都未睇過嘅，咁食咗3日啦，跟住又再見咗中醫師嘅，咁就再執咗3日嘅藥，就食咗之後咧，覺得個精神都幾好，因為我夜晚係好難瞓覺，依家食咗之後咧就覺得個精神都好咗，係啊，咁夜晚都早瞓啦。其實我係從來都冇睇過中醫嘅，咁中心嗰度咧就聽講有呢個講座啦，我就過嚟聽，咁聽咗之後覺得幾好啦，跟住咧就報咗名過嚟做個中醫檢查啦。如果嚟緊咧有多啲咁嘅義診咧，中醫嘅義診咧就最好啦，可以幫多啲我哋社區嘅啲家長啊，可以有幫助咯。我是住在荃灣眾安街那邊的。
来香港没有很久，这次有中医义诊活动，然后还有中医讲座，然后我一听都真的非常开心，因为这个一些医疗资源对我们刚来港的人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我是非常相信中医的，所以有了这次机会的话，我是马上就报名，还提供了义诊。然后那个义诊的医生都非常的专业，然后又非常的细心。我们收入都不是很高，以后有更多的这种义诊的活动，来方便我们新來港，特別是我們這個家庭照顧者。我係明愛廳堂嘅會員嚟嘅，而我自己係單親媽媽，有2個小朋友。咁啊，今次呢嗰個中醫講座呢，其實我覺得我哋得益咗好多嘅。因為佢今次呢係屬於義診嘅，咁但都有根據我哋嘅身體狀況開翻一啲相應嘅藥啊食嘅，咁就好貼心。咁啊，我自己飲完之後咧，我就覺得係嗰個效果係幾好嘅。咁我上次啊撞啱咳感冒照顧小朋友啊，所以咧就都去人仔啲睇啊，都唔得，食咗抗生素啊，各方面都係咁樣，甚至有時咳得犀利，好似係唞唔過氣嘅。咁就轉咗中醫睇咗之後咧，咁佢會同我講你依家嘅身體狀況係有啲需要戒口嘅，或者係要控制嘅。咁我希望之後咧都可以多啲舉辦呢啲，可以俾更加多嘅街坊係去接觸或者係去了解更多。